相信无期帮赞高位感呀心系关系紧紧是浪的主保护。是阮亲像保护。第297首，至大上帝愿你带我。主耶稣过来时阵，我要行失望的道路，在梦，在路，亮起我的十字架，当我行了属风的。起我，直到主耶稣过来时阵，我要被兴起，奔走主道路，主的荣耀打开全的心，我要站起来。
的世界。当我行了顺风的道路，我要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。欢喜也之我，依靠主耶稣坐在其中，我要求平静，号召主的路，主的荣耀加看全的心，我要听敬拜敬拜赞美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的灵魂静养。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能由我的头壳，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阿免。平安入我心，深深在呀，你是我兄弟。风影让我心心永中，你我心比你风影永久。兄弟，风影让我心心永驻，你我心比你风影永久。
敬拜，你陪我行永远所在，充满恩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充满稳定以后，我无惊。伫诗歌的中间，咱安静，为着咱家己的灵命祈祷，求圣神将安静带到咱的心内。Poursuis, tu m'enseignes.
上也一你的听，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一你的听。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一你的听。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引我心上也一你的听。做工，来拄去所有黑暗的势力。主讲伊是世间的光，伊要拄去所有黑暗的关系，互咱伫基督的中间。领受主耶稣所享受生命的真光。
圣降临到彼时，耶稣着记伫我，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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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降临到彼时。咱当伫安静的时，为着咱的亲人，为着咱教会欠安尼啊这，咱当伫咱的心内纪念因，为因来祈祷。
记伫我，你的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着记伫我，你的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着记伫我，你的圣果临到伊时。你敢相信？主耶稣讲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着记伫我，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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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果临到伊时。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伫教示、督责，互人细正，教人明白上帝看做义，利益着人的生命。圣经通过圣神的帮助，要互咱明白真理。互咱判断是非，改变咱的习惯，互咱过圣洁的生活。伫咱的家庭，甲咱的囡仔做伙改变生活，伫心思意念，伫品格习惯。伫使命甲意向，认捌上帝的心意。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着记伫我。你的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着记伫我，你的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着记伫我，你的圣果临到伊时，耶稣。
成果临到一生，耶稣就伫伫我，你的成果临到一生。什么是义？圣经讲义就是内在正直，对外的生活公义，做上帝看做对的事。义就是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咱生活的品格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煞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不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。地若像伫天，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煞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不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苦甘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，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刻歌名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苦甘霖，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刻歌名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。我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伊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煞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不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，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你地若像伊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煞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不捌你。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苦甘霖，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刻歌名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苦甘霖，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刻歌名来引带，独独为你
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诚心请帮赞我，时刻大领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土感应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。哦，我愿意诚心请帮赞我，时刻大领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，独独为你来活，独独为你来活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死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咧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主的平安，甲恁三合伫地。